先講個結論，未來10年嘅房價都唔會有大漲嘅機會。大家最擔心嘅唔係就係有冇可能再嚟一次2015年嘅大放水，瘋狂咁樣印銀紙將啲房價頂上去呢？我係好肯定咁樣同你哋講啊，99%都唔會發生。點解？因為依家央行印啲銀紙都冇人要，你可能會覺得黐線，點解會冇人要銀紙呢？你繼續聽落去呢，你就明啦。呢一方面嘅話呢，就涉及到貨幣嘅金融學上嘅知識點啦。錢究竟係點樣印出嚟嘅？做個互動啦。大家係咪認為，假如央行宣布印銀紙，譬如話印1000億人民幣，就係真係咁樣開動個印鈔機，印1000億嘅人民幣嘅紙幣出嚟呢？呢一個係經典嘅誤會嚟㗎。現代嘅貨幣嘅印鈔根本係唔需要印真錢嘅，只需要電子帳戶上增加啲數字就 OK 㗎啦，超級方便，超級快捷。具體過程呢就好簡單嘅，好似我哋普通人喺某間銀行辦咗一張銀行卡，開咗一個戶口，工行啊、農行啊、建行啊、交行啊呢啲咁嘅銀行，喺央行呢亦都有一個戶頭嘅。咁依家央行假如話要印鈔5000億人民幣，佢呢就會讓國家銀行嚟認點，你要幾多錢呢？就俾我央行攞幾多錢嘅嘢攞嚟作為抵押，再打一張欠條。咁個央行呢就直接喺你電子嘅帳戶上嘅戶頭上邊喐個鍵盤，將你啲存款數字提高。咁錢呢就當係印咗俾你國家銀行啦。然之後國家嘅銀行呢有咗呢啲額度之後呢，再貸款俾普通嘅老百姓。過程呢亦都係非常之類似嘅。老百姓呢就先做一個抵押，然之後簽一個貸款合同。銀行呢就喺老百姓嘅戶頭上邊敲一敲個鍵盤，調高一下存款數字，錢呢就轉貸咗出去啦。亦即係話所謂嘅印鈔同埋我哋嘅直覺咧係唔一樣嘅。並唔係話真正咁樣去印鈔，而係靠一層一層咁樣嘅貸款創造出嚟嘅。你要記住一句話就得啦，只要老百姓向銀行貸款，呢個貸款嘅錢呢就係一筆新嘅印鈔。所以其實每日都會有人向銀行貸款，就係每日都喺度印緊銀紙。咁每一個貸款嘅人呢，就為呢個社會增加新嘅錢啦，就係人形印鈔機啦。呢度有啲難度，我下面呢會繼續同大家解釋。咁好啦，咁印鈔同埋房價有啲咩關係呢？比如你話買一套100萬嘅屋，30萬嘅首付除外，仲要向銀行貸款70萬，然之後呢銀行就喺你嘅戶頭上邊增加70萬，就相當於印咗70萬俾你。咁呢一部分嘅銀紙呢，會隨住你買房付款俾開發商，就會變成開發商嘅存款啦。咁開發商呢就將佢投資或者反正就吃喝玩樂咁樣用咗佢，就變成咗成千上百萬人嘅存款啦。社會上呢可以流通嘅錢呢就增加咗70萬啦。所以過去20年，因為賣咗2億套以上嘅商品房，無數嘅人同銀行貸款，就相當於印咗上百萬億嘅銀紙，錢呢就越嚟越多，自然呢就會越嚟越唔值錢啦，形成呢一種錢貶值嘅現象。有一個專業嘅名詞呢，就叫通貨膨脹啦。恭喜你徹底搞明白咗呢個社會經濟學嘅概念啊！好啦，因為通貨膨脹呢就係錢貶值咗啦，大家學會點樣去擔心，然之後呢就會諗辦法點樣去保值。所以過去20年，大家都會瘋狂咁樣買房嚟抗通脹，導致房價呢一路咁樣上漲。房價一漲呢，更多人係咪諗住攞嚟貸款買房攞嚟投資賺錢？前面講咗㗎，貸款出嚟嘅錢呢，就相當於係俾銀行印俾你嘅啫。咁樣隨住貸款買房嘅人增多呢，多一份貸款呢，就多一份錢俾銀行印咗出嚟啦，導致錢呢繼續貶值，繼續通貨膨脹。發現問題未啊？閉環咗，越通脹錢就越貶值。大家越係買房去抗通脹呢，就越係因為越多嘅錢通過貸款買房嘅形式被創造咗出嚟，錢呢就因為變多再次貶值。所以呢就越通脹，所以越通脹呢，我哋就越買房，越買房，整個社會呢就越通脹，陷入咗一種通脹同埋房價螺旋式嘅上升嘅局面。所以喺經濟學上面呢，就叫做通脹螺旋啦。恭喜你又明白咗一個概念，但係凡事都有個度，左腳睇右腳，佢唔可以上天。呢一個通脹螺旋幾時先會被打破呢？當間屋嘅價格太高唔好賣嘅時候，願意買房嘅人俾貸款嘅人少咗。咁我哋前面講咗啦，貸款出嚟嘅錢呢，就為咗社會增加更多嘅錢。咁貸款一少嘅話，社會上增加錢嘅速度呢就會變慢，咁錢貶值嘅速度呢就會下降。呢個時候通貨膨脹呢就會被打破，甚至有可能由於高房價透支咗大部分人嘅錢包，未來好多人呢都要還貸款，所以社會消費力不足，啲嘢賣唔喐啦，啲物價呢反而會下降，錢呢就越嚟越值錢。
形成呢個錢越嚟越值錢嘅局面咧，就叫通縮。呢一個亦都係我哋目前經濟最擔心嘅情況，就係類似一個後生仔年輕嘅時候太搏命啦，透支咗身體，20年之後咧需要休養生息啦。咁樣喺呢一種情況之下咧，因為房價透支咗消費，導致到其他方面嘅消費不足，啲嘢唔好賣啦，好多公司嘅生意都唔好做，就會降薪甚至係裁員。與此同時，呢啲被降薪同埋裁員嘅人手上有房貸嘅話咧，就會生活壓力太大，還唔起貸款，所以咧就會選擇咗拋售間屋，導致房價不斷咁樣下降，進入咗一張與過去自然相反嘅局面。呢啲嘅話咧就叫通縮螺旋，因為房價幾時真係跌到底，要等到咩時候經濟先可以擺脱呢個類似通縮局面咧？當然我哋嘅政府咧亦都係非常之盡心盡力咁樣去出台政策穩定房價。但係政策嘅幫助呢，終究係外因，就好似俾啲病人開藥掛鹽水咁樣，內在嘅因素呢，就因為炒房太猛啦，透支咗幾代人嘅收入，需要俾佢一段時間休養生息，等大家將啲房貸還一還，先可以恢復到自身嘅造血功能。好啦，咁呢個時候呢，就翻到開頭講嘅問題啦。依家呢一種情況，可唔可以通過央行不停咁樣印銀紙去大放水，將啲錢引入去樓市，再將啲樓市再頂翻起身呢？就類似2015年嘅漲價去庫存咁樣，答案呢係唔得㗎。呢個呢就係我點解要大幅篇咁樣講印鈔過程嘅原因。大家有冇發現啊？印鈔有兩個步驟，第一個話呢就央行貸款俾國家銀行，第二步話呢就國家銀行再貸款俾老百姓，由老百姓買房買車等等咁啲咁嘅行為，將啲錢用咗佢，俾人賺走咗，變成咗人哋手上嘅存款，增加咗社會上可以流動嘅貨幣。先完成真正嘅印鈔嘅步驟。咁依家係咩情況啊？一個專業嘅名詞咧叫貨幣空轉啊，就係即係話依家央行貸款俾國家銀行之後呢，國家銀行雖然係有咗錢啦，但係佢貸款放唔到推，老百姓呢唔嚟貸，呢個印鈔過程呢就卡咗喺銀行呢一度，錢呢仲放咗喺銀行入邊，入唔到去實體經濟，所以呢就叫貨幣空轉。因為銀行貸唔到推呢，原因呢就因為有貸款能力嘅人呢已經貸過咗啦，已經透支咗，剩低啲人呢。銀行咧係唔想貸俾佢哋嘅，所以貸款貸唔到退呢，錢咧就留咗喺銀行入邊打轉啦。咩意思啊？即係銀行嘅貸款主要由3個去處，普通居民同埋企業啊同埋政府。我哋一個一個咁樣講，先講普通居民啦。由於買房透支，居民端咧負債率高達70%，咩概念啊？日本當年嘅房地產嘅泡沫破裂嘅時候啊，亦都係70左右，即係話有穩定工作能力嘅人呢，基本上大部分人都貸款買過房㗎啦。咁剩低啲人呢，只係一小部分有錢，但係唔想買嘅。大部分呢，就因為收入唔穩定或者冇收入買唔到。如果你係開銀行嘅話，你敢唔敢貸款俾佢哋啊？係好容易凍過水㗎。而且有前車之鑑，美國2008年嘅金融危機，就係俾啲冇穩定收入同埋還款能力嘅居民大量咁樣嘅貸款，等佢哋去買房。後尾啲房價一跌嘅話，呢啲人呢還唔到啦，直接賴帳啦，將呢間屋俾翻銀行唔要啦。咁銀行呢，因為血虧，大量嘅貸款收唔翻，好多銀行呢就因為咁樣而執笠，引發08年嘅金融危機。呢一個危機呢，仲有一個名叫做次貸危機，全稱呢就次級房貸危機。次級房貸危機呢，只係嗰啲信用冇咁好、收入唔穩定同埋唔高嗰啲人發放貸款，即係話冇咁安全嘅貸款呢，就叫做次級貸啦。所以美國呢有前車之鑑，我哋嘅居民端嘅負債水平太高啦，剩低啲人哪怕想貸款，銀行呢都唔敢貸款俾佢哋。因為驚收唔翻嚟，所以普通嘅老百姓孭住貸款嘅能力呢，真係大大咁樣下降。央行印鈔放水，老百姓呢都治唔喐，咁只能去搞一啲所謂嘅消費貸，勉強刺激一下啦。但係如果依家呢一個現象冇好大改善，大家信心都唔夠強嘅話，哪怕貸款額度再高到，借嘅人都唔多。呢一個就係我開頭所講嘅，央行印嘅銀紙都冇人要，都留翻喺銀行入邊打轉啦。就係呢一個現象，更加唔好講話依家當有啲人口老齡化、城鎮化進程接近尾聲嘅問題，導致到買房嘅需求呢遠遠係少於過去嘅，對房價呢亦都係一個暴擊。呢度呢就唔具體展開啦，想聽嘅話你可以打個聽字，我下期再同你哋分析啦。呢度呢係有啲難度嘅，如果你聽得明嘅話呢，我俾翻個 like 俾你啦，可以喺彈幕上邊個聽得明啊，俾我睇得到。然之後第二個呢就主體企業老百姓被不能貸款。可唔可以讓企業多背一啲貸款？譬如話企業同銀行貸多啲款，擴大投資，仲可以創造更多就業崗位，呢個唔係更好咩？咁你諗得呢，確實係唔錯啊。但係有一個問題，如果你係企業老闆，
你最起碼投資係可以賺到翻錢翻嚟，先可以擴大投資，啱唔啱先？即係話咩時候企業會擴大投資呢？老百姓嘅消費需求呢係好旺盛到能夠消化到一啲企業嘅擴大資產，而生產出嚟嘅更多產品。而擴大投資嘅前提條件呢，呢個時候嘅需求呢必定係旺盛，啲嘢好賣嘅，企業先會向銀行貸款擴大投資。咁依家嘅問題呢就係因為太多人嘅孭住咗房債，導致咗消費力不足，企業好多啲嘢都唔好賣，好多企業呢反而喺度降緊薪同埋裁緊員，希望可以捱過呢一波經濟週期。咁佢哋仲有咩可能盲目咁樣擴大投資啦？係咪先？係咪剩低一啲嗰啲缺錢嘅企業，比如話想貸款嘅小企業同埋創業公司，銀行呢同樣都係唔放心嘅，因為依家經濟環境亦都係更加唔會主動貸款俾佢哋。不過呢度呢，當我要感謝我哋國家考慮到呢一種嘅情況，會經常俾一啲所謂嘅專項貸款，要求銀行呢只能貸俾呢一啲小企業，幫助同埋扶持佢哋成長。具體嘅效果呢，我就唔喺度多講啦。最起碼呢，我哋係睇到呢一份心意。你又記住一句話啦，阿 Johnson 喺房地產呢真係做咗10年啦，感觸非常之深。銀行呢一般呢只會錦上添花啫，好難雪中送炭，呢一個係規律嚟嘅。呢個時候呢，有人就話啦，既然老百姓同埋企業呢都唔可以孭負債，導致央行嘅印銀紙放水，冇人接得到銀行嗰一筆錢，咁就讓政府攞嚟作為貸款，多啲投資搞基建，提供更多就業崗位，將呢個水同銀行放出嚟，搞一個大通脹，將啲房價拉上去。我哋嚟分析一下得唔得？首先，政府對房地產嘅態度呢，同今年嘅3月份政府嘅報告中呢，可以睇得出，絕對係唔希望佢大漲嘅，而且係希望房地產係可以止跌回穩，化解風險。咁呢一句話呢，就已經將房地產未來10年嘅演變呢已經劇透啦。咩係風險？價格低嘅話呢，有咩風險啊？係咪先？就因為價格越高，泡沫越大，風險越多。因此化解風險嘅方法呢，只有一條路，就係讓房價翻返去佢本身應有嘅價格。喺呢一個過程當中呢，政府呢時不時會出台一啲政策，拖一拖啲房價，防止佢跌得太猛啦。然之後再用啲時間攞嚟換空間，等啲房價泡沫慢慢咁樣化解。呢個呢就基本嘅名牌啦。所以政府嘅資金唔會流入去房地產，製造啲咩大通脹，拉高房價根本係冇可能嘅，而係攞嚟支持一啲重大創新項目，擴大有效投資，改善民生。呢啲咁嘅先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嘅復興。高房價有咩用啊？貿易戰嚟啦，你攞高房價同人哋打啊，係咪先？高房價只可以對一啲後生仔對生活失去希望，呢個唔係高層想睇到嘅。所以綜合上邊嚟講嘅話呢，普通居民同埋企業兩方新增貸款能力有限，而政府呢一方面即使有貸款能力，都會慢慢將啲貸款投向一啲重點嘅領域，而唔係房地產，唔會一下子將啲貸款額度用完。所以整個社會嘅央行就算印再多銀紙都好，只能夠喺銀行系統入邊打轉，因為居民、企業、政府呢三方冇巨量嘅貸款需要嘅出現嘅話呢，冇人貸款，錢呢就喺銀行出唔到嚟，進入唔到消費領域，亦都影響唔到物價，亦都唔會話有大通脹嘅到來。反而近幾年嘅過度透支呢，導致咗當下消費疲軟，甚至有通縮嘅可能，亦都係話未來啲錢有可能越嚟越值錢。所以結論就係有錢嘅你呢，就多啲消費支持下我哋嘅經濟，普通人呢就冇亂使錢啦，好好賺錢呢就 OK 啦，唔好擔心咩大通脹冇。要買房嘅話呢，有錢嘅剛需你隨便買，普通人呢就好好賺錢。盡量可以賺到能存款或者更多錢，可以俾到高首付嘅比例嘅時候再買。咁今期嘅節目呢就到呢度啦，我係 Johnson，我哋下期再見啦，拜拜。